我还以为我弟弟娶了个天仙呢，闹半天啊，也是个普通人啊。妈，妈，我回来了！哎呦，快给我！回来了！哎呦，妈妈，抱一个吧。哎，妈不兴这个，这是见面礼。哟，见面就这礼啊？不，抱抱我的小楚跟小妹。三姐给你们买了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啊？蜜一会儿说。我的呢？都有范儿。小半家啊，咱俩是不是该抱一个呀？不，我也是一老土，妈不兴这个，我更不兴这个。哎，这素小呢？出去了，来。八成啊，跟他对象约会去了。哟，他这该不会是想赶我前头吧？哎，你要抓紧了啊！三儿啊，你可真发了。这家伙拿这么大箱子回来，哎呦，这打扮这样越来越漂亮了，妈都不认得了。妈，我三姐那从上到下全是名牌。哦呦，来，3000。哎，妈，这可不是给您的，快拿着啊，拿着。你看，我说2000就够了，哎，怎么那1000给3000了？妈，这是给小楚治病的。妈，别惦记啊，听见没？这是给小楚的。那你就没给妈带点什么吗？我敢不带吗？等着，看我这百宝箱啊！哎呦，这么大些！小楚，这是给你的日本收音机，原装的。谢谢三姐。妈，给您的羊毛衫。这羊毛衫怎么这么薄啊？这不抗冻吗？这个老土了不是？现在就流行这个呢。这个呀，保证您穿上之后再也不想脱下来了。这个肯定不抗冻。您不要我要。去一边去。来，你跟素小一人一身。谢谢三姐。哎，三儿啊，你怎么没给你弟弟带点什么来呀？都分家了，还带什么礼物？你怎么知道的呢？哎，2半钱儿啊！快出来吧，别数了，1分钱也不少你的。来了！快，哎，正好。看我给买的衣服喜不喜欢？看看啊，给我的啊！妈，这也太鲜艳了，我哪能穿这个？这只有小妹能穿。怎么着？你说三姐回来了啊？三姐，这是我媳妇刘倩，你还没见过她呢。三姐好。我还以为我弟弟娶了个天仙呢，闹半天啊，也是个普通人啊。哪敢和三姐比啊！我一早就听说三姐又漂亮又有气质，今天一见面，哎，真不愧是当年的校花。那个我刚回来，有点累，你们先回去吧，该干嘛干嘛去啊。刘倩，哎，这个衣服吧，是你三姐给你买的，快拿着，可漂亮了。三姐眼光真好，哎，现在市面上还没有人穿过呢。这是最新的，可漂亮了。哎，谢谢你三姐呀，快！谢谢三姐。我就说呢，三姐都没回来参加我们婚礼，我还以为三姐生我气了呢。不会，你们先回去吧，啊。得，那你们早点歇着啊。对，回去快试衣服啊，可好看了，快。谢谢三姐。什么姐？小妹，不许发火。这件事情啊，2半截做得对，都是我考虑不周全。听到没有？你三姐表扬我了。
你找谁？我找我妹妹。你妹妹是谁呀？我妹妹就是我妹妹呀。嘿，这个人呢？哎，你别关门呐！赵祖布，你给我出来！哎，对好了，赵祖布是你妹妹啊？早说不就结了吗？我跟您说了，您没听见。请进吧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好。哎，谁呀？你大姐。谁大姐啊？苏布，这些可都是你的同学。怎么了？哎，对局长，这是我大姐。他大姐没一个好东西。我还以为这个吴世良是个高干子弟，得有多高的素质呢？看见你们呀，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了。哎，我没找你吧？听说过赵苏布大姐厉害，没想到说话居然这么不客气啊！就是，你就是吴世良吧？不是，我是谁啊？你爸多少级啊？8级，可以了吧？哼，剑齿。剑齿？剑齿？不是，这哪跟哪儿啊？苏布，我们走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。走，咱不在这待着。他们走了？他们没走，在咱门口坐着呢。刚才我听了一会儿，说什么有一个排长来了，在顾一凡家呢。那我回去干嘛？等他们抓我？我不走。走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地儿啊，咱不能待。走！哎，等。那个大姐是吧？走可以，不过您得给我解释一下，刚才您说那句话什么意思？什么坚持？没听明白。他说是减持。解释什么？听不懂拉倒，还高中生呢。那你哪个学校毕业的？你管我哪个学校毕业的？别笑，笑什么笑？我就爱不耻下问。那个大姐，您看您一进门就问我爸几级，我说8级啊，您就说了剑齿俩字儿，我真没明白。哼，你就问这个呀？你爸是不是8级？是。你爸是8级，就没有资格住这独栋的楼，知道吗？走，苏布。哎，苏布，学问够高的，还真没听懂。苏布他大姐呀，小学4年级就辍学了，所以呀，他们家的人都跟他叫傻春儿。傻春儿。